是安怎来美国生活了后，常常互人大哭。会记得要出国读册进前，捌有朋友甲我开讲，你莫看家己即马328，去外国住一站以后，若四角餐无注意食食，无定着会大哭哦。虽望因所讲的将其尾并无发生伫我身上，毋过我确实有不遮济朋友。自从去美国读册、食头路，也是移民了后，体重煞哪来哪重。年久月深了后，有人甚至阁出现亲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其他代谢症候群等等的慢性病。大多数的人拢认定美国式热量高的食食和欠运动是两个上主要的因端。毋过科学研究显示，因并无法度完全解决病因。肠内细菌种类会使预测未来大哭的风险。住伫咱肠里的细菌对咱身体健康是不只要紧。咱胃肠若要好好甲食入腹肚内食物消化吸收，的确得爱食的微生物甲咱斗骹手。因为无共微生物会使分泌适当的酵素，来甲大分子的食物分解做胃肠有法度吸收的小分子营养分。除了帮助咱吸收营养，肠内有丰富的益菌在生态，佫会使压制对人体有害的病菌踮肠内定居。所摆嘛有学者认为，充满益菌的胃肠是咱上强大的免疫器官。去年3月，有一个欧洲的团队发现，斟酌分析肠内微生物族群的组成，会使精准预测人的健康状况，亲像讲身体质量指数、血糖浓度、胆固醇等等指数，准确率会比用其他的指标，譬如讲基因、环境、食食以及生活习惯等等较悬。咱捌伫进前的文章是安怎大颗人要减肥会遮艰难消解过？甲大颗人肠内细菌移植互鸟鼠，会互鸟鼠大颗；移植瘦的人的细菌会互鸟鼠较瘦。2016年，一篇刊伫《自然》期刊的论文，佮进一步详细甲前因后果解说清楚。因发现改变食食会改变试验鸟鼠肠内微生物组成，刷落去会互鸟鼠的内分泌发生变化，来增加食物件欲望，最后造成鸟鼠因为食伤济来大哭。这个团队现此时当咧研究同款的现象发生伫人身躯顶的可能性，希望有一天会当设计出较有效的减肥撇步。环境决定肠内细菌种类的组成。真侪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后天的环境，包括食食、抗生素的使用、生活习惯等等，是决定咱体内微生物组成的主要因素。先天的基因遗传，敢若占足小的部分。以食食来讲，徛家伫庄脚的人普遍较瘦。因三顿所食的一般是属较天然食物类的物，亲像饭、马铃薯、菜脯和果子等等。住伫都市较好野的人所食的，比较较侪大鱼大肉，或者是加工过的食物。无共种类的食物，主要无共种的细菌分泌无共功能的酵素来消化，致使庄脚散乡人和都市好野人有正无共的肠内微生物族群。一般来讲，生活伫庄脚的做事人和来大城市食头路，也是做生意的生意人相比，有较丰富多元的肠内细菌族群，甚至有真侪品种的细菌，敢若会当伫庄脚人的胃肠里找到。移民美国了后，改变肠内的细菌种类。
美国是全球接受上侪移民的国家。根据联合国伫2017年的统计，全世界有约1/5，相当于5000万的移民住伫美国，占全美国人口的21%。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来自开发中国家的新移民，伫美国生活15天了后，大考或者是着其他慢性病风险，比住伫原底国家的人加要4倍。是安怎为着找找好生活来美国了后，煞颠倒失去家己的健康呢？去年11月，一篇发表伫《细胞》期刊的论文显示，为泰国移民来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新住民，伫短短的6月日至9月日内，肠内细菌族群发生大改变。侪原底普遍存在伫泰国人肠内百种细菌发生大灭绝，去互主要生存伫欧洲和美国白人体内迄款的细菌取代，最后演变成做和在地美国白人同款迄种欠缺多样性的细菌族群，而且几若冬后，伫因泰国社群大口人所占的比例，嘛为原底5%增加到超过30%。这的泰国移民来美国进前，主要是生活伫庄脚的做田人，逐顿拢食家己种的米和菜色，真罕得食肉。毋过自从来美国了后，毋若生活改变，连食食嘛对咧改，开始食较侪蛋白质、糖、脂肪，甚至是加工过的食品。为着彻底了解原因，这个由Dan Knight 博士领导的科学团队特别找来4组人做比较。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新移民伫美国出世的时势、美国白人以及遥远住伫泰国的人，我甲因得到的结论归纳伫下面。伫美国生活会失去肠内微生物族群的多样性，而且住愈久，或者是伫美国出世大汉的人，微生物族群种类会愈像美国白人的。肠内细菌品种改变，互移民失去会使分解碳水化合物甲其他食物类营养素的假素。人若愈大颗，伊肠内细菌种类会愈单纯。随梦食食的西化是其中一个改变肠内细菌种类的因端，不过简单有16.8%的镁是源自食食，其他的因素亲像生活压力、运动、都市自来水、抗生素和药物的使用，拢有可能影响到肠内细菌。阁有真要紧的一点，这个研究结果虽然显示细菌种类减少会增加大颗的风险，毋过并无法度证明因互相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讲，到底是细菌种类改变致使人大颗，还是大颗人的味道环境较适合特定的细菌生态。伫动物实验已经有证据显示特定细菌踮肠内生态会造成鸟鼠大颗，但是伫人身躯顶的情形是怎样，还佫需要较齐全的实验来探讨。